大家好，我係 Martin。咁上集咧，我哋有講到世界盃一啲好熱嘅歷史啦。接住世界盃嘅呢個熱潮咧，我就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就係香港有冇出產過港產嘅足球員，同時又喺世界盃嘅決賽周同世界各地嘅高手同場競技呢？咁我今集咧就會用一啲史料同大家一步一步咁樣拆解。嗱，咁香港足球隊咧就從未晉身過世界盃嘅決賽周啦。咁但係歷史上咧就真係有過兩次啊，係兩次差一步咧就入到好高光嘅時刻㗎啦。咁第一次咧其實係要追溯到1973年啦。咁當時咧港隊喺外圍賽咧其實係首階段咧就以1-0就擊敗咗馬來西亞啦。咁之後喺 A 一組咧面對日本同埋越南咧，港隊兩場咧都係以1-0再次贏波，仲要零封對手喎。咁以小組首名強勢咁樣出咗線啦，3場波3個1-0，3場零封，防守咧係硬淨到咧放喺今日我諗應該都係好唔失禮啊。咁可惜咧就喺準決賽嘅時候咧遇上咗實力非常之強勁嘅東道主南韓啦。咁最終咧係以1-3咧係冇得晉級嘅。咁雖然未能夠再進一步啦，咁但係喺嗰個時間段咧，港隊踢出嚟嘅韌性同埋紀律咧，真係香港足球史上非常之重要嘅一頁。咁第二次咧，亦都係港足史上最光輝、最接近世界盃決賽周嘅一段咧，就係喺1977年啦。咁當時咧，港隊喺荷蘭籍傳奇嘅教練，非常之傳奇嘅一個人物啊，阿包勤嘅帶領下咧，就遠赴新加坡參加亞洲區第一組嘅外圍賽啦。咁呢一位荷蘭嘅教練，佢帶頭嘅一啲好新嘅戰術同埋一啲訓練方法咧，就令到成隊波嘅節奏啦、組織啦同埋信心啦，都係提升咗去另外一個 level 啊！咁結果咧，港隊嘅表現咧就簡直係當時震驚咗成個亞洲嘅足壇。咁喺港隊對印尼裏邊咧，咁係4-1係大勝啊！咁另外咧就港隊對新加坡咧，面對東道主啦，就算當時係落緊好滂沱嘅大雨咧，都係2-2平手嘅。咁另外咧，港隊對泰國咧都係2-1穩打穩紮咁樣贏咗啦，同埋港隊對馬來西亞咧都係守住咗呢個局面嘅。咁最後咧就喺附加賽咧都係以1-0喺第33分鐘咧，當時係劉榮業咧就一錘定音咁樣贏咗新加坡嘅。咁港隊咧係以2勝2和冇輸波嘅呢個好高嘅成績咧係高居榜首，仲要喺附加賽咧絕殺埋新加坡，成功奪得咗第一組嘅冠軍啊！歷史性晉身咗亞洲區5強嘅決賽圈，真係非常非常之熱血同埋鼓舞。咁但係之後咧喺次圈咧，因為有一啲好強嘅一啲亞洲隊啦，例如係伊朗啦、南韓啦、科威特啦同埋澳洲等等啦，其實佢哋都係亞洲好頂級嘅球隊嚟嘅。咁最終港隊咧就8戰全失啦。咁不過咧就躋身咗亞洲5強嘅呢個成績咧，咁至今仍然係香港隊喺世界盃外圍賽史上最佳嘅成績。好啦，嗱講咗咁多，可能你會問啦，咁到底有冇港產嘅足球員真係睇過世界盃嘅決賽周呢？嗱，咁好老實同大家講，如果好嚴格嘅定義呢，係暫時未有喺香港出世嘅球員呢，係喺世界盃嘅決賽周上面上陣過嘅。但係呢，喺香港出世同埋香港長大嘅港產足球員呢，咁的確係有人踢入到世界盃外圍賽嘅最後階段，亦有人係差一步呢就入到世界盃嘅決賽周大軍。大家最熟悉嘅呢，咁我諗應該都係戴偉浚啦。咁戴偉浚呢係喺1999年嘅7月25號喺香港出世嘅。咁佢喺10歲嘅時候呢，就隨家人移民咗英國啦，就加入咗英冠球隊雷丁嘅青訓系統，一步一步咁樣走上咗呢一條職業嘅道路。咁喺2022年嘅1月27號咧，佢喺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嘅最後階段，亦即係12強嘅賽事，係對日本隊嘅比賽裏邊咧，係代表我哋國家隊完成咗呢個替補上陣，完成咗佢第一次嘅亮相。咁雖然咧中國隊咧就未能夠最終打入22年嘅卡塔爾世界盃嘅決賽周啦，咁但係戴偉浚其實已經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香港印記啦。咁佢係少數喺香港出世，能夠喺世界盃外圍賽最高強度嘅舞台上面咧可以打到嘅球員之一。咁另外一位備受關注嘅咧，其實就係喺2006年4月13號喺香港出世嘅年輕翼鋒 Daniel Benny。咁 Daniel 咧佢喺香港出世啦，細細個已經咧就踢過香港足球會。咁之後咧就隨家人移民咗澳洲柏斯啦，憑借速度同埋突破力咧就喺 Perth Glory 裏邊其實已經係嶄露頭角啦。咁2024年咧佢就簽咗英國嘅球隊 QPR， 正式登陸英國嘅賽場。咁其後咧亦都逐步爭取到好多嘅上陣時間啦，成長得非常之快。咁到咗今年嘅5月咧 ，Daniel 仲入選咗澳洲國家隊喺世界盃前預備賽嘅集訓名單上面。咁雖然咧26人嘅決選名單咧就入圍唔到啦，咁但係對於一個喺香港土生土長嘅年輕人嚟講咧，佢已經離世界盃嘅決賽周非常非常近啦，真係淨係差一步嘅啫，就一步之遙。咁更加有趣嘅係咧 ，Daniel 同時其實都係擁有澳洲同埋蘇格蘭嘅國際賽資格嘅，咁亦都公開表示過咧自己其實對代表蘇格蘭隊咧係持開放嘅態度。咁所以佢未來會點走咧，同埋佢會唔會翻嚟香港踢波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嘅，咁亦都值得我哋繼續去關注佢。嗱，咁講完足球啦，咁唔知大家除咗踢波，對乜嘢運動都會感興趣咧？咁講到運動同埋堅持咧，其實我都想分享少少嘅個人體會啦。咁因為平時科研同埋工作咧，其實都係好忙嘅。咁但係其實我都係會抽時間去做運動啦。咁特別係跑步啦。咁其實咧，我已經連續2年咧都有參加渣打嘅馬拉松啦。
咁第一次挑戰半馬咧，其實我當時係真係好難捱嘅。我覺得我自己應該係跑幾公里咧就應該堅持唔到，會放棄。咁但係最終咧，我喺即係周邊一啲打氣嘅一啲觀眾啊，同埋各種賽事氛圍嘅推動之下咧，咁我都係完成咗半馬啦。咁今年嘅渣馬咧，咁據報咧係有12萬人報名嘅，咁最終咧係有7.4萬名嘅跑手一齊參與比賽啦，亦都係獲得世界田聯認可為金標嘅一個賽道。咁其實可以同時同幾萬人一齊喺香港跑步咁熱血嘅事情咧，咁真係令到人嘅越跑越精神，越跑越激動。咁跑過渣馬嘅人咧，相信都知道咧呢條賽道咧唔係講笑啊，簡直係一條魔鬼賽道。因為如果你要跑全馬嘅話咧，其實你係要去挑戰3橋3隧啊。咁3橋咧就係昂船洲大橋啦、青馬大橋同埋汀九橋。咁3隧咧就係南灣隧道、長青隧道同埋西區嘅海底隧道。咁今年咧其實係依然有298位嘅選手咧係成功奪得咗千金先生或者小姐嘅呢個稱號啊！亦即係男士咧要喺3小時裏邊跑完啦，女士咧要喺3.5小時裏邊咧跑晒成個全馬。咁我真心小弟真係非常佩服啊！咁2年跑馬拉松咧，其實我都學識咗一樣嘢，就係堅持真係好重要。咁但係對於跑手嚟講咧，除咗堅持咧，你揀啱裝備咧，其實都有時候可以決定到你完唔完成到成個賽事嘅。咁因為跑步最驚乜嘢咧？就係濕同埋熱啦。咁大家都知啦，香港濕度係相對比較高嘅啦。咁同埋我哋運動嘅時候咧，即係一字跑一字跑咧，其實個體溫係會上升嘅。咁如果你嘅衣物咧淨係可以幫你排汗，唔可以降溫咧，咁你體力咧去到中後段嘅時候咧，係有機會斷崖式咁樣下降嘅。咁最嚴重嘅時候咧，仲可能會有中暑嘅風險啦。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我哋先會想將無電製冷技術由建築物由唔同嘅物料帶喺紡織品裏邊。咁我哋 i2Cool 嘅無電製冷技術咧，靈感咧其實就係嚟自於大自然嘅抗熱大師啦。佢就係我哋撒哈拉沙漠裏邊生存嘅銀蟻。咁呢隻銀蟻咧，佢可以喺超過70攝氏度嘅沙漠地表活動嘅。咁靠嘅咧就係佢身上非常之特殊嘅毛髮結構啦。佢可以反射太陽光，同時又可以將熱量咧以中紅外嘅形式散發出去。咁我哋團隊咧就過去用咗7年嘅時間咧，將呢個物理機制複製到人工材料上面。咁透過呢一個無電製冷嘅機制咧，我哋可以唔使用電，亦都唔使用雪種咧，就可以實現呢個被動式嘅輻射製冷降溫啦。咁而家咧，其實我哋就進一步將呢個技術融入去紗線裏邊，咁就創造出一個有涼感可以持續降溫嘅布料。咁我哋 i2Cool 嘅子品牌 Infinity Kelvin 咧，其實就係用咗呢個納米技術啦，將我哋嘅紗線咧結合咗無電製冷技術，可以不斷咧以中紅外嘅方式散走嘅。咁所以你體感咧就會比一般嘅涼感布料咧再降低多2至3度啦。咁可以想象咧，如果你係跑緊渣馬，四周圍都冇遮冇擋，太陽直曬，如果你着住一件可以識得令到你體內嘅熱量不斷咁樣以中紅外方式散走嘅衫咧，其實可以極大咁樣提升你人體嘅熱管理，令到你可以跑得更加舒適，同埋你嘅比賽表現亦都可以更加好。咁除咗跑步嘅運動衫咧，咁其實我哋嘅物料咧仲可以用嚟製作一啲外套啦，去防曬降溫啦，亦都可以做成一個休閒嘅 polo 衫啦，就好似我着緊嘅呢一件咁啦。咁同埋亦都係可以做一啲即係可以踩單車嘅一啲袖套啦，或者一啲室外嘅一啲遮啊，或者一啲防曬嘅用具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其實就係一個我哋用科技去對抗炎熱，用創新去改變生活嘅一個好鮮活嘅例子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喺下邊 inbox 留言話我知，咁我可以睇睇大家對乜嘢降溫嘅產品有興趣。咁我哋 Infinity Kelvin 嘅呢個子品牌咧，會睇下會唔會滿足到大家。好啦，最後嚟到互動嘅環節，咁我想問下大家，你哋又有冇跑過渣馬呢？咁喺渣馬嘅3隧3橋裏邊，邊一段先係你心中嘅終極大魔王？歡迎大家留言，咁我會針對大家嘅留言咧去進行抽獎嘅。咁抽中嘅幸運觀眾咧就可以獲得我哋無電製冷嘅一個小禮品啦。咁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開埋小鐘仔。咁我哋下條片再見。Go Green, Stay Cool, i2Cool，拜拜。